想喺珠海南平華發商多房置業嘅朋友，呢一套樓你如果睇唔啱，你就唔好再睇啦，因為呢一套樓係我見到品質最高，而且價錢最平嘅一個單位啊！而且係現樓即買即住即交樓，南向嘅陽台6個平方米全贈送，睇住一線嘅前山河景以及一線嘅東南亞園林景觀啊！只需要10個嘅首期，月供2000幾，你就可以輕鬆攞低，而且做到一個南北通透嘅豪裝4房啊！平時打開窗呢個空氣對流非常之舒服，廚房 L 型嘅一個廚房帶咗華帝嘅廚房3件套，歐派嘅一個定制櫃以及明窗嘅設計，島台都係交付標準，非常之 OK。全屋嘅智能家居系統，10個嘅門，5合1智能門馬鎖，同樣都係交標。全屋咧呢個客廳嘅開間都有去到4.1米嘅。天花吊頂大金嘅裝冷氣，同樣都係交付標準啊！去到南平華發商都揸車只需要5分鐘嘅車程，公共洗手間乾濕分離，所見即所得。隔離就係一個書房或者係茶室，同樣睇住一線嘅前山河景。呢度就係你嘅仔仔女女房啦。交樓之後係2間房間，睇住一線嘅園林景觀，主人房就更加哇塞啦！我個人非常之中意啊！呢個面積又係全部贈送俾你嘅，仲帶咗你老婆絕對唔會拒絕嘅衣帽間梳妝台啊！主人房仲帶咗一個陶瓷嘅智能馬桶、衛浴，仲一個浴缸都係交標，非常之唔錯啊！去到南平華發商都揸車只需要5分鐘左右嘅車程，返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以及港北口岸更需要10分鐘啊！仲有業主樓花可以返到香港、荃灣太子、尖沙咀以及澳門，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路，我係小雅，點個關注帶你睇樓。